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搁一摆上到主旨来敬拜咱的上帝。请咱将咱的手机关做震动，或是关机。咱伫敬拜中间，伫安静的内底，咱大声会当安静落来。做伙你会当伫安静的中间来向主恳求，求上帝亲自来引带咱，互咱的生命，搁一摆伫伊的面头前，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咱的上帝。主伊欢喜每一个来到伫伊面头前的人。带着一粒谦卑的心，温困的态度、敬畏的态度来敬畏伊。咱做伙同心安静的内底，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的上帝，求上帝你圣神的开咱伫阮中间，搁一摆引带伫阮今日的聚会，有上帝你圣神运行伫阮中间的作为，也搁一摆互阮会当伫享受圣神的感动的内底，将阮内心的忧愁甲快乐。全然仰望交托上帝，恳求上帝你会当除掉伫阮心中的垃圾甲污秽，互阮单单用一个谦卑顺服的灵来到主你面前。主，阮知阮的生命是属于你，主，当你引带阮来到主你的面前的时，阮的心就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快乐。主啊，因阮知你是阮生命上好的朋友，你毋若引带阮会当来求问你。我嘛以爱会当诚做主你所欢喜的囝子，愿上帝你所愿，当心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主耶和华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圣神引带阮，伫一礼拜的平安的过守，无论伫阮的工作、生活、家庭，甲阮的健康，阮拢得到主你的过守甲帮助。有时阮的心忧愁看路。总是当阮来到主你的面前，阮嘛要相款得到平安的快乐。愿你亲自搁一摆引带阮，当阮来到主你面前的时，阮知只有将阮心内垃圾、污秽、忧愁甲快乐带到你的面头前。主，阮知，因为你是阮生命的好朋友，你要成做阮上要紧的君王，上要紧生命的主宰。愿上帝你亲自引带阮，帮助阮，互阮学习。谦卑的心来到主你面前，成做主你的欢喜。愿搁一摆将阮今日的敬拜，全然仰望交托上帝。愿你的灵引带阮，带领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亲近你，永不离开你，尽我全然交托给你。听你说我是你朋友，你是我所爱，你是我所爱。能相比，世上无一能取代你。我感受你温暖拥抱，求你引导我回转向你。
你说我是你朋友，就是我所爱，无人能相比，世上无一能取代你，我感受你温暖拥抱，求你引导我回转向你。我们跟主说，你是一切，我心所爱，心所求。你是一切，我知你的力气。你是我的一切，你是一切，我心所爱，心所求。你是一切，我知你的力气。这时候牧师要邀请咱做伙开声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当咱每一摆来亲近伊的时，咱将咱的生命交托伊。不管你拄着什么款的代志，你就将你的心拍开，就认耶稣做你生命要紧的朋友。求上帝来引带你，互你会当活倒转来到伊的面头前，来服侍伊，服侍上帝。咱做伙开声来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哈利路亚，主管的上帝，主你爱阮来亲近你，你爱阮真多你所欢喜的行事。主啊，愿上帝你真多款的帮助，阮的生命会当来到主你面前，认定你真多阮生命要紧的帮助。主啊，愿上帝你真多款的帮助，可是派引导阮亲近你的时，你主你的欢喜。主，你是阮生命要紧的主宰。主，当阮来到主你的面前的时，认定你真做阮生命一切。主啊，阮知，阮生命是就归你的，阮是要真做主你的囝儿。求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愿阮的生命会当得主你的欢喜。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你是我的一切。你是一切，我心所爱，我心所爱，心所求。你是一切，我知你的力气，我知你宁静，我知你宁静，我知你的力气。你是阮无做情，阮你的手我感谢，你为着我的罪，定是伫世界，流出你宝贝，为我，主我甲来到，你是阮无做情，你的手我感谢。是啦，咱的主，你是来个我，也过世是款世，就是我命。主我要高举你的名，咱举起咱的双手，甲主讲，伟大
地高永永远远，你手持奇妙的名号，白白赐福世间的人，主我要高举你生命，对着地高永永远远，主我要学乐你，主我要敬拜你，对他高永远。主我打来到，你是阮宝座前，有你的手我感谢，你为着我的罪，流失你躯体，交出你的血，为我，主我打来到，你是阮宝座前，有你的手我感谢，你对世来到我，也会时时关心，守住我命。咱做伙起立来吟。主我要高举你生命，对大地高永永远远，你手持奇妙的名号，白白赐福世间的人，主我要高举你生命，对大地高永永远远，主我要学乐你，主我要敬拜你，对他高永远。我要高举你的圣名。我要高举你生命，对他的高永永远远，你手持奇妙的名号，白白赐福世间的人，主我要高举你生命，对他的高永永远远，主我要学乐你，主我要敬拜你，对他高永远。我要学乐你。主我要学乐你，主我要敬拜你，对他高永远。哈利路亚！主，我要学乐你，阮的生命要一生高举你的圣名，求上帝你的灵充满阮，帮助阮，互阮的生命会当为主你做大代志。因为上帝你已经伫阮的世间的道路上，伫阮的生命的道路上，已经成就了最大事。阮就用阮的生命来高举主你的圣名，求上帝你亲自帮助阮，夜早保护阮，互阮常常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做伙来倚靠上帝，为主你做美好的干净。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你边的人讲，你着为主来做大代志，你的生命着为主来做大代志。来做伙来拍谱啊！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你愿阮再来做宝贝，约会等就暗暝。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你将福气传到大上的所在，
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以他归向咱的我就定义，咱就大发的，拢做伊的作为，咱就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就大发的，好乐意，拢做伊的作为，咱就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伊要引带咱，伊要引带伊的人生永久，伊将永远的地上所予咱。伊要引带你，伊要引带伊的地成就，伊将永远的地上所予咱。咱就大发伊，讲出伊的作为，咱就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就大发伊，好乐意，讲出伊的作为，咱就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去一边低头来唱。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伊用云彩来做宝贝，萤火光照暗暝。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伊将好水降到大所的所在，咱就大发伊。讲出伊的作为，咱就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就大发伊，好乐意，讲出伊的作为，咱就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就我可以，咱就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就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哈利路亚！咱将咱无遮荣光归予咱的主上帝，请坐。咱的主赏赐予咱真侪丰富的生命，咱就常常将咱的生命的重担、劳苦来交予咱的主，因为上帝知咱的心有时忧伤，有时失志，但总是当咱信靠、倚靠上帝耶稣基督的时，咱就毋忘。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着常常带着有毋忘的心、丰盛的生命来为主做伙来做美好的见证。咱做用这首歌《丰盛的人生》。若是你有劳苦重担，可以交托给耶稣。若是你正灰心忧伤，切莫绝望，投靠耶稣，就有希望，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若是你有劳苦重担，可以交托给耶稣。若是你正灰心忧伤，切莫绝望，投靠耶稣，就有希望，
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我是要邀请咱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咱伫祈祷中间求上帝丰富的馈力、望、赏赐予咱，互咱常常倚靠耶稣基督，是带出有生命的馈力。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大声来祈祷，安静来祈祷，拢袂要紧。只要你愿意，将你的心拍开，将你的需要、将你的欠缺交托予咱的耶稣基督，咱就要靠主来得刚强的生命。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主阮伫传福音的工作顶面，阮需要上帝你赏赐阮馈力，阮需要上帝你不断会当将你丰富的恩典赏赐予阮，互阮明白耶稣基督救恩所赏赐阮的恩典是教育阮用的，是互阮对死亡中间会当重新搁一摆活起来望。求上帝你帮助阮，有时阮冷心累志，因为阮看家己的需要，较赢过上帝你的需要。求上帝你怜悯阮，帮助阮，互阮学习将阮的劳苦甲重担交托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已经为着阮来担当人阮所爱拄着的罪孽。主啊，求上帝你怜悯阮，赦免阮，帮助阮，赏赐起来互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能够靠主得刚强。主耶稣，谢谢你，当阮将阮的生命带到你面头前的时，阮的心是何等的欢喜甲快乐，因为你互阮的生命堪人无相款，是阮有耶稣基督，成做阮生命的倚靠。主，阮知，阮就要倚靠上帝，倚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通活出有快乐的生命。求上帝你赐福阮。互阮伫今日的敬拜，阮要将一切荣光归予主上帝。愿阮的生命也会当值得来学着生命要紧的智慧。求上帝你赐福阮伫今日同心合意的敬拜，拢成做芳芳的祭，得主你的欢喜。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你边仔兄弟姊妹甲伊讲，你得爱得到丰富的人生哦。感谢主，互咱会当搁参加主伫遮来学乐伊。咱即摆用使徒圣经搁一摆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马西鲁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领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就是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三甲用启应文64篇阿克书第1章来告别咱，搁一摆告别咱的信仰。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恩赐，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依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做咱。
互咱伫受造的万米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就知逐个人着急要听，毋通急要讲，毋通急要生气。因为人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要消除一切垃圾的习惯甲惯莽的邪恶。着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种伫恁心内会当救恁的道理，要实行道理，毋通骗家己，讲简单听道理就好。敢若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拄亲像人照镜，看家己生做啥款，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随时袂记得家己生做啥款。毋过有咧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咧坚守的人，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祝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齿，是咧欺骗家己，即个人的敬虔无路用，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佮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对被上帝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咱请信歌队来学了，今仔日的诗歌是经过失望个我做个我。感谢信歌队的学乐，
咱即马来恭守上帝的话语。今仔日的圣经节有3位。伫咧箴言18章21节，路加福音6章45节，都，搁有，以及以弗所4章29节，我用巴克利译本来中读。箴言18章21节。生死的泉在伫喙齿，听伊的要食伊的果子。路加福音书6章45节。好人对伊的心所结果的好来发出好，歹人对伊所结果的歹来发出歹，因为对心所充满的喙就讲出。以弗所书4章29节。恁的嘴拢毋通讲出垃圾的话，多多着讲好话，照及时的欠缺来造就伊，互好听的人得到恩典。咱请乌师来进道，今仔的题目是主欢喜的好工人3，约束话语的万用之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3个组织来敬拜咱的上帝，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天顶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恳求你感动的灵，搁一摆来拍开阮的心门，互阮的生命会当搁较深来明白上帝你的心意的话语。因为你掌管生命的主宰，你是阮生命用你的话语，不相时地对阮的生命来带出。互阮的生命会当成做蒙恩的生命。主啊，求上帝你帮助阮，当阮的生命有时伫主你的面头前，得主你的欢喜的时，阮恳求上帝你大声地赏赐互阮有一个温困的生命力，认真来为主你来活，为主你来行，认真来讲出伫阮的生命中间所应当爱讲的话语。求上帝你圣神帮助阮，互阮明白，阮要成做尽忠的奴仆。好工人、好的儿女、得救的百姓，愿阮逐人的心就大声伫阮的喙齿的顶面来帮助阮，来学习着应该爱有的智慧，赏赐互阮诚做有气力为主你报传福音的人，用阮的喙来讲出造就人、祝福人的生命。同心伫你的面前，搁一摆献上阮的恳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牧师非常的感谢，就是每一摆咱组织的时阵，会当做伙来享受上帝的话。伫上帝的话内底，拢有真侪丰富的智慧啊！吼，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咱着真足听。真足听是啥？就是要仔细，爱仔细、细细的去品尝啊！吼。伫咱的生命中间，我拢一直感觉讲上帝的话语有真丰富的智慧甲帮助。会当帮助咱，互咱伫讲话中间听的互人听话中间也好，互咱家己咧讲话也好，拢会当安怎生命拢彼此得到造就甲帮助。所以兄弟姊妹，咱伫开始以前，甲你边仔兄弟讲，用你的话语来完成上帝的心意，用你的话语来完成上帝的心意。即礼拜我拄着一个未信者的朋友。因为我的车有小可问题，所以我就来甲处理掉。伫咧处理的中间，我拄着即个朋友呢，伊咧甲我用我的车的过程的中间，我发觉伊是一个真特别的人。伊19岁就开始做工课，然后就开始做伊71年厝，甲牧师娘年纪共款。但是呢，伊已经趁着人生足侪，趁着厝，趁着动车，趁着伊人生真侪的几千万。伊换过的车是61台车，所以当伊咧甲我处理我的车的时阵，我非常信任这个人。但是唯一这个兄弟，伊咧甲我讲，伊讲，吴先生，请问你是咧做啥？我咧甲伊讲，我咧做教会牧师。讲牧师，
伫迄个过程中间，伊就开始甲我讲伊的故事。伊讲19岁的时阵，因为伊老爸细汉的时阵拢袂爱讲出对囡仔讲出疼的话。伊的老爸是咧做木工，所以呢，伊就开始伫细汉的时阵，伊感觉伊即个老爸拢安尼袂晓讲话，甚至嘛袂晓表达疼囝的心。2当前，伊的爸爸伫咧做工课中间，对迄楼对即个楼顶吼3楼的所在，然后拨落，然后过往。伫迄过程的中间，伊感触足深。伊认为讲，爸爸伊过去拢毋捌甲伊讲过疼伊的话语，所以伊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伊对待伊的2个囝，也着爱真正有做爸爸应该爱有的款式。所以伊就用伊的喙，用伊的声音，常常伫甲伊的囝儿教导。即个爸爸伊咧甲我讲起，伊讲牧师，我唯一有一点吼，无法度通处理的，就是我的舅啊。伊讲伊的太太，伊的即个舅啊，是厝邻排第3个，顶面有2个姐姐，所以伊是算囝啦吼，即个无容易的囝啦吼。啊，所以咧爸母拢真顾即个囝，所以即个囝呢，逐摆若看到伊即个姐夫吼，遮尔有成就吼，拢感觉啦。拢感觉伊讲的话拢无好听，所以伊咧甲我讲，我牧师啊，像这我是要安怎处理啊？我甲伊讲，啊，恁安怎处理？我讲你甲恁太太安怎处理？伊讲，阮最后就敢若一个方法啦，不用说了，就看他自己怎么领受了。伊讲伊过去嘛捌因为讲伊家己骑动车，啊，想看到伊的舅仔嘛想要骑，伊特别去买一台来互伊骑。伊的丈人。知影人生想要圆梦，所以买一只100几万的动车来互伊骑。这个先生，伊非常疼这个家庭，因为伊知影家庭的内底，如果若无好好啊交谈建立关系，伊感觉这种的疼，这种的关系，人活得无意义。兄弟姊妹，牧师毋是要讲这个兄弟伊的价值观的问题，我要讲的是，人的一生的中间，拢会拄到一个问题。就是安怎咧使用你的喙齿，安怎咧使用你喙所讲的话，每一句话来安怎样带互你身躯边的人，甚至为着你的生活带来影响力。所以，甲你边的兄弟姊妹看一下，你着好好啊讲话哦，你着爱好好啊讲话哦吼。即礼拜吼前天前日有一个姊妹伊敲电话互我伊是圣大的老师。伊咧甲我讲的中间，伊讲的，他声音好温柔啊！哇，真的刚好跟牧师这个礼拜要讲到的主题刚好不谋而合啦。这个姊妹呢，伊咧甲我讲，伊咧讲伊的囝儿有亚斯伯格症，所以伊咧期待讲会当找到一个教会，甚至伊囝儿要考音乐系，伊需要安怎？伊需要有一个教会，互因伫准备考试的中间来备班。我对这个妈妈，对这个老师。会当感触到伊非常的疼上帝，甚至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发觉伊的喙齿所讲出来每一句话，竟然是遮尔水。伫无意中的中间，伊嘛是金玉姐哈，金玉姐在成大的也是她的姐妹，也是她的同事同事。所以我觉得在那当中，我感觉足奇妙诶，在谈话当中，感谢主。在那过程当中，他来到教会，我们就招待他。伊嘛招伊的朋友来到伫这中间。伊有一个朋友，伊咧讲起，因将伊的囡仔拢送去伫这个中营中学咧学音乐，甚至咧做这个自学，自学啦，应该说在学的是自学。但是伫个过程中间，我感觉这个姐妹她让我感受到，她从她的话语对伊所讲的话，每一句话咧造就人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有上帝话语，毋是干那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咱既然有上帝话语，真做咱的智慧，咱着爱安怎？咱着爱讲出有智慧的话啦。所以兄弟姊妹，这敢是一个做理所当然的代志，是不是？其实咱认真听起来，你会感觉有影咧。咱拢咧讲，我需要智慧啊，我需要上帝智慧啊。但是是安怎？我无法度通讲出，会当祝福人。甚至会当安怎为人带来祝福的生命，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今仔日的主题要帮助你的生命。
今日主题咧，甲咱讲起一个足要紧，就是要互咱的生命成做上帝所欢喜的好工人的形象。你爱约束，你爱成做一个会当约束你话语的人，安尼你的生命才会无相款。所以兄弟姊妹，一个会晓约束家己话语的人，伊会知影要安怎样，互伊所讲的话会当祝福人，互伊的生命会当毋但祝福人，佫会当为着伊的生活环境带来改变啦。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感觉讲你的生活拢袂改变，你可能爱先思考，伫你的生活中间，你是毋是陷落甲人共款，伫讲啥世俗的话，伫用世俗的方法思考，咧讲世俗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面伫旧约的内底就讲到最要紧。出来及记第4章10节到12节，当摩西对耶和华讲，因为耶和华上帝托住摩西，就爱出埃及，安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嘛。但是伊讲要去面对这法老王要讲话，伊嘛毋敢讲呢。所以摩西对耶和华讲啥？讲主啊，我过去吼，毋是一个会晓讲话的人啦，就是你对我讲，你对罗卜讲话了后吼，我嘛是共款安尼啦。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你有听过吼？有人吼，等下讲，这个中集吼，特别是中集啦，吼，人啊要邀请伊吼来祈祷，哦，你是小组人请伊一个人祈祷，伊会讲啥？啊，莫请我祈祷啦，我还蛮讲话啦，有没有？摩西就是安尼，伊讲，就算你甲我讲，请我来祈祷，会当来祝福人，我讲啊，歹势啦，我就是拙口笨舌啦。耶和华就对摩西讲：啥人做人的喙齿啊？啥人互人下教啊？臭耳啊，目睭看有啊，目睭青眉啊，啥物人？上帝佫一摆甲摩西讲，主权在伫倒，在上帝。所以上帝有互咱青眉无？有互你袂晓讲话无？有互你袂听到无？其实无呢。咱若认真想起来，其实上帝互咱足侪能力，但是咱并无好好啊去运用。所以圣经讲，现在去吧。耶和华讲，我要赏赐予你口才，会当指导你所着爱讲的话。所以昨一个兄弟伊咧分享，讲伊即礼拜伊准备着爱开始倒转去到伫教学的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伊当伊领受着即个信息了后，伊足清楚知影过去，当伊伫咧教学的中间，伊咧讲话中间有当时过度的浮夸，但是当伊了解着讲，原来我的喙齿会当安怎来互主来使用的时阵。伊更加谨慎伊所要讲的话，所以兄弟姊妹，你用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上帝所赏赐人会当讲话的能力，你着爱好好啊运用。上帝赏赐互咱讲话的能力，咱着爱好好啊来运用。兄弟姊妹，话语会当为着咱的生命带来能力，带来快乐甲功用。话语是有权柄，这种的权柄，这是上帝所赏赐。毋是你家己会晓讲，毋是你家己敖，毋是。譬如讲，牧师会晓讲话，真敖讲话，但是这物件毋是我家己敖，是因为上帝爱我通过我的嘴来讲出造就人的话。相反，我伫厝里，我真做一个爸爸，我着爱伫我的囝儿的面头前安怎？我着爱讲出互伊的生命会当完整，甚至互伊生命听会落的话。兄弟姊妹，新约内底。雅各书第3章5节到第12节，安尼讲舌头伫百体中间是啥？上细啦，但是确实会当讲大声话啦。看啦，上小小的火点倒，拢会当安怎？拢会当点倒上大的树拿啦。喙齿就是火，伫咱的百体中间，喙齿是邪恶、罪恶的世界，会当安怎误会你的专心，甚至。会当将你生命的链啊，这个生命链那个生命的旅程啊，将你生命的旅程怎么样？给破坏，这点起来的意思原文叫做破坏啦，所以你要注意哦，这个喙齿你若无好好运用啊，有当时你的生命是一直亲像咧含落伫地狱的内底，啊你唔知影，所以你会感觉奇怪咧，啊啥平平的人咧讲话拢安尼足顺遂，啊嘛爱大家拢足介意听。啊，佮受祝福，但是啥偏偏我讲话了吼，拢像咧大家拢做讨厌，啊，甚至安怎讲话讲了，大家拢安尼感觉害头。兄弟姊妹，咱着爱好好啊来运用咱的喙齿，
今仔日牧师期待，咱会当通过今日圣经，会当更加清楚了解。圣经讲，独逐项的走兽、飞鸟，即个汤托、水族，本来拢是安怎？拢是会当制服的，人拢会当改制服。独干那喙齿无人会当改制服啦。伊是袂当刷的即个歹的物件，甚至呢会当害人的哦。所以呢，第9节讲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位上帝，那位父。我们也用舌头来咒诅迄个照着上帝形象所被造的人。伊讲圣经讲上赞甲咒诅拢是对一个喙出来，所以伊讲兄弟啊，这是无应当的。这个泉源是对一个眼目的中间发出甜甲苦的两种水吗？泉源若要沁出水，袂就是甜的尔嘛，无就是苦的尔嘛。敢有可能两种做伙？了解我的意思啊？牧师过去我就咧回想，我总会理解为什么我国中的时阵，我伫学校拢讲歹听话，但是去到教会，我拢讲好听话。当你倒去你厝里，我嘛讲爸爸妈妈，我倒来啊。你伫教会有乖乖无？有，我有。你伫学校有认真读册无？有，我有。但是其实拢白菜话，了解无？所以两体的人，两体的面，你讲的话无相款，其实就已经咧造就你这个人。所以兄弟姊妹，12节讲我的兄弟啊，无花果会当发出橄榄嘛？葡萄树会当结无花果嘛？咸水会当咸袂话发出甜水吗？其实拢咧讲起啥？其实你无法度当做两种人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其实真侪时阵，咱拢咧做两款人，咱讲两款话。你有听主无？我大用点呀，大开始想，兄弟姊妹，你有爱要传福音无？你有知影传福音有做要紧无？兄弟姊妹，约翰福音书第7章38节讲，信我的人，就那亲像经上所讲。对伊的腹内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注意信我的人。约翰福音第4章14节讲安那，讲人若啉我所享受的水，就永远袂喙焦。我所享受的水，要伫伊的内底，成做泉源，沁出到安怎？到永远我的生命。这两个圣经在拢咧讲起，人若啉我的水，信我的人，拢咧讲起一个人若信伊。人若真正有啉到这水的人，就爱安怎？你的生命要有活水出来呢，不是迄个安尼消极的生命。不用啦，我不用这样啦，我这样就够了。我的生命安尼就好啊！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要够一口气的，你要够为主做工的，你要够一口气哦，你要为主做工哦。所以就爱张乐每一摆来咧交代的时阵有足欢喜无？有你愈服侍，你愈感觉喜乐。兄弟姊妹，上帝予咱的生命，是因为咱内底有活命的水泉。信主的人，啉这水的人，今日你听牧师讲道的人，你的内底就爱珍惜，将这个活命的水带到你的生活内底，绝对不是讲2礼拜顿。所以兄弟姊妹，有活水生命基督徒的人，伊的生命就爱安怎？爱用你的喙齿来传上帝的话呢，不是无目的的呢。兄弟姊妹，当你的喙啦传上帝的话，你就袂当随便用伫别个所在啦。所以你敢会使讲，你伫生活中拄着，我会记得我细汉时捌问过牧师讲爸爸，啥怎你去做生意的时阵，啥你就要食薰啊，你就要食槟榔啊，无你嘛我食一粒啊。迄时我会记得我国小5年几年。我嘛头一摆食到槟榔啊，真新鲜。但是迄当时我就咧思考，我的爸爸礼拜日对阮拢咧去教会，但是我的爸爸是安怎伫？伊讲，因为人客食薰，你着陪伊食一支啊，然后就继续讲生理。我就咧想讲，敢真正就一定爱安尼做？注意这是对咱基督徒来讲，咱是真大的思考真要紧的思考有真侪时阵，咱举做，因为世间上的人安尼做，咱嘛着安尼做。
咱才会当符合因，其实毋是。其实咱讲的话，咱所做的代志，咱一直拢咧违背了上帝的心意。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喙齿就是要爱传上帝的话，咱的喙齿就是要传救人的话。兄弟姊妹，这是足要紧。所以兄弟姊妹，如果你用你的喙来讲一寡毋是为着上帝来讲的话，安尼你就无法度通传上帝的话。安尼有了解无？我搁讲一摆。如果你用你的嘴来去讲起，毋是为着上帝国的代志的话语，往往你的话就是毋是传福音的话。譬如讲，你逐工拢做爱看政论节目，你定定拢咧跟人讲政治，请问你的话，你这个人，你这个基督徒，你这个大桥教会的人，你敢有法度通传福音？无法度。因为伫你的喙的内底，你所讲的拢是啥？你目睭所看的电视节目，了解无？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为什么有的人伊的生命袂当互上帝用？为什么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互上帝用？其实拢在伫啥？因为伫伊生命中间，就若像有甜水，还佫有苦的水，伫遐咧蓝做伙，所以伊常常无法度通做专心知影，什么是上帝爱伊做的。什么是上帝爱伊讲的？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伊看无，所以兄弟姊妹足要紧哦。喙着爱讲上帝听人的话，阿免。所以若你讲的话，若毋是为着上帝的听来去讲的，有当时你所讲的话，拢是为着你家己，甚至是为着撒旦魔鬼所要成就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一个做主工人的喙。应当着爱发出甜啊、甜水、好听的话嘛，阿免。好听的话敢是虚假？毋是。好听的话是在地你有去思考过，要安怎互你的话讲了好听。所以你毋通讲啊，我原先就是安尼讲话，毋通。你爱甲主讲，主啊，怜悯我，互我的嘴所讲会当真实符合你的心意。所以兄弟姊妹，咱所讲的话是要会当帮助，互需要听的人听到。互需要救恩的人听到，阿免，甚至会当互迄背叛的囡仔、青少年听到。我会记得当工在关心这中辍生入来教会的时阵，因为有真侪行为，伊无法度通控制的时阵，有当时真正，有当时咱看着真正会足艰苦心。这礼拜二的时阵，有一个囡仔啊，这青少年大家拢款好哦，大家足认真款这个吼，来互这招待这个青年，同工拢真认真，准备好了，我就咧问讲，啊，啥啦？恁还袂开动？伊讲阮咧等一个人。我讲哦好，过10秒，我讲毋对啊，看伊那足严肃安尼。我讲恁是咧创啥？无要开动？伊讲咧等一个人，然后同工就甲我使一个目尾，讲看迄个囡仔青年，迄个青年单伫遐摕手机啊，伫遐拍。我讲哦，原来就是咧等伊拍电动哦。后来我就甲伊讲，猫咪人，赶快放下来，我们要等你吃饭哦，我们要祷告咯。伊讲牧师不行，我这个没有打完不行，不可思议哈！伫厝里我毋知你的囡仔有安尼无？我相信有可能，有真侪囡仔因伫外口，伫厝内拢是安尼。咱亚做因足重要，咱毋通去来想着，得爱为完成伊的工课了，咱才来做咱应该做的代志。咱嘛无要甲伊教导，嘛无甲伊讲。兄弟姊妹伫迄中间，上帝有一个声音咧甲我讲，这个管教，你爱互伊了解，你爱甲伊讲，你袂使去用安静的方法，用温柔的方法甲伊讲。我马上甲伊斥责，叫他 “Hello”， 看我，教会欠你的吗？大家都要等你吗？你这样是可以的吗？如果你觉得你感觉今仔日牧师甲你讲的话语，你感觉足艰苦，你也感觉我讲的唔对，请你去找你妈妈来，我甲你妈妈讲。兄弟姊妹，伊就安静落来，马上囥落来。有真侪时阵，咱来了解，咱着爱讲出会当互人听的落话，咱是爱有智慧。但是咱要安怎讲，互伊会当明白？一个足要紧，就是咱爱互伊明白，教会是讲听的所在。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爱明白，
圣经内面雅各书3章10节到11节讲，上赞甲咒诅拢是对一个喙出来。假使头拄仔我咧讲的，当我对这个囡仔咧讲的时阵，我有一个声音咧甲我讲，你毋通阁继续讲了，因为你若继续讲落去，这个囡仔会受伤啊。因为过去的我就是安尼啊，我会当数落一个人，一直讲到他无讲到无一地啊。但是有一个声音甲我讲，你毋通阁讲啊，到遮就好。这个囡仔需要听，这个囡仔需要甲伊教导，需要甲伊包容。这个囡仔已经知影，你着爱带伊做应该爱做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喙，咱无法当讲两种话啦。你毋通讲哦，哇好，我要讲迄歹甲伊数落一番，把他压到谷底，让他无法喘气，无互伊无法当喘气，毋通。咱做的代志，就是要帮助一个人重新安怎勇敢站起来。所以兄弟姊妹。我真爱我国中的时阵，做爱一个真有名的真作家戴承志，因为我过去我袂晓讲话，所以我嘛毋知影人的。我国中的时阵，我感觉我家己是毋是有忧郁症，所以我时常会了解什么叫做情绪，什么叫做讲话，所以我很喜欢戴承志我有很多本他的书，然后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不要急着说啦，不要抢着说啦，而要想着说啦。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拄着真生气、真怨愤的代志的时阵，有真侪时阵，看咱预期、咱所想象的无相款的时阵，咱的嘴足紧啊，啪啦啪啦啪啦开始讲，然后无偌久的中间你会感觉，我讲出来的话，我收袂倒来啊。伊毋是像迄橡皮擦立刻白，咱去甲画掉咧。你讲出来就出去啊咧。所以有真侪时阵，咱来了解，伫咱的生命中间，基督徒毋通学习啊啦。将咱的嘴放伫迄个无法度通祝福人的所在，咱着爱将咱的嘴放伫上帝传上帝的话语，会当帮助人，甚至互人会当明白什么是福音。所以箴言第18章21节讲：生死的权在伫喙齿啊！你的话若出去了若是无对当我甲你讲，有可能就是判断你的生甲死啊。有当时你的话就决定了别人的生甲死啊，还了解无？所以你会发觉伫咱的生活中间，我们要把我们的话语当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跟你旁边的太太、先生或者是弟兄姐妹，跟他说：你爱伫你的生活上好好啊讲话。他拄仔牧师有讲过，当我对这个囡仔咧讲这个代志时，我知影。我若阁继续讲了，会互伊生命的价值观拢我讲甲数落到一无价值，没有价值。我认为一个人的严厉的管教毋通失去听对方的心。只要你有听对方的心，我相信你所讲的话会当安静落来，你嘛会当帮助伊会当得到智慧。约翰一书第4章8节讲：无听心就袂有认捌上帝，因为上帝就是听。彼得前书第3章10节到11节嘛讲，人若听性命，愿意享受迄个美好的福气，就必须爱禁止喙齿，毋通讲歹听话，喙齿毋通讲诡诈的话。我头拄有讲如果我若对迄个囡仔继续讲落去，就安怎？就歹听话继续诡诈的话就出来所以后壁我就一直咧想讲，袂使，我得爱控制，离开迄个歹行好。寻求和睦，我知影我要甲伊的关系是要和好的关系，所以圣经内面讲一心追赶呐。当你要做生气的代志，我无说毋是讲咱拢有法度通讲做温柔好听的话，我毋是讲安尼，我嘛毋是讲咱得逐摆拢要讲做歹听的话，毋是，是要甲咱讲起，真正咱的心爱为着和睦的听的关系，我们要常常努力的去寻求。所以兄弟姊妹。路加福音书第6章45节安尼讲起，好人对伊的心所积聚的好来发出好，歹人对伊所积聚的歹来发出歹，因为对心所充满的，嘴就讲出来。兄弟姊妹，咱所讲的话有真侪时阵，咱无意中拢咧透露出咱的心声，你有相信无？譬如讲，我举一个例，当你去问人讲大桥教会伫倒，伊会甲你讲伫迄个全联的边你搁问者，伊讲伫倒？伫迄个梦时代的边
你去问一个人，伊会甲你讲，伫迄个大桥国中边啊，迄个铁骑路边啊，无共哦。逐个人讲的方法无共，代表是啥？就是代表伊的心所想的无共款，伊理解的方式无共款。所以圣经咧讲的就是安尼，心内所发出来、所充满的，其实嘴所讲出来就是无相款。所以兄弟姊妹，你要知影，心内底若是充满着侪侪不满，讲出来话就安怎？就侪侪讽刺、苦毒。心内若是会惊吓、无自信的人，伊讲出来话，你会感觉安怎？安尼不可信啊！伊讲的话你嘛看听有嘛，对无？甚至有个人安怎？伊讲话真拗夸口，你就知影即个人安怎？伊所讲的话，你会藐视伊，对吧？所以兄弟姊妹，咱真容易会当了解，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的话有当时一个无小心，就真容易流失了气力。所以讲话要有气力，在伫倒，在伫咱的心安怎想。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嘴，咱所讲的话语，会当成做上帝气力的出口。但是咱的嘴，你所讲的话，嘛有可能成做互上帝气力漏掉的迄个所在啊，爱了解无？所以咱唔通凊彩讲话呢，即个话袂使黑白讲呢，咱得爱学习，互咱的心，互咱的生命所发出来、所讲出来、所表露出来的声音是安怎？你这个人真温柔，你这个人真有喜乐，你这个人真正是听主的人，你这个人真正是上帝所祝福的。兄弟姊妹，你咧养饭的即个蛇啊吼，甲你即个养迄个啥洗水的即个蛇啊吼，你敢会养洗水的蛇甲养来较汤？会袂？袂吧？吼，你较饭的即个蛇敢会起来较洗水？应该袂啦，吼，因为你知影这是真无卫生，共款。咱的喙齿有当时咱拢是乱咧用啦，反正讲迄讲迄啦。有当时咱无细字的过程中间，咱的喙齿就无法度互上帝来用，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其实我感觉传福音有一个最要紧，就是爱先对咱的心开始。咱拢知影，但是咱最后要对咱的喙出来，咱拢毋知要安怎做。因为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有侪项事拢在影响咱，咱毋知影安尼咁好，咱甚至无法度有信心来讲出祝福人的话。有一个故事安尼讲，伊讲有一个人吼，要求要离婚，因即个法庭吼，法官提出的理由讲，我的太太对早起到暗时拢伫遐咧唠叨啦，唠叨不停啦。即个法官吼，就进一步去问即个因太太啦。吼，就该问啊，问讲恁先生你为啥怎你来讲这个话啦？吼，这太太就讲哦全部我讲的遐拢是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呐。注意哦，不值得一提的事情，为什么要伫你的生活中间常常咧讲起啊？因为常常咱的心内拢咧为着遐杂乱的事情、烦恼的代志，伫遐咧看心啊。所以，当咱的嘴、当咱的心安尼咧想，咱的嘴一直咧唠叨讲的中间，我甲你讲，你甲你的丈夫、你甲你的太太的关系、家庭的关系嘛是安尼。所以我就想起，原来是安怎牧师娘，伊袂爱我杂念嘛？安了解无？我会感觉奇怪，我讲的那拢对呢，但是是安怎伊袂爱我安尼讲？吼，我的爸爸妈妈讲，你拢无咧甲恁某讲哦。我讲妈妈。即马毋是，我即马改变一个方法，毋是我爱家讲，是我爱好好甲伊讨论，吼，为什么你安尼做？我的心无共款，我安尼甲伊咧讲的过程中间，阮的关系怎变好啊？所以兄弟姊妹，有一个故事，即个姓欧的先生，伊原本是一个真敖愚昧的人，讲话拢真歹听。有一摆，伊伫布道会中间来信主啊，主。即个光照伊、帮助伊清气伊的喙齿，互伊知影爱讲啥物话。第二日，伊的厝边看到伊，感觉真无相款。伊就对即个欧先生感觉讲：你若变较安静啊，跟过去的你无啥像啊。因着即厝边就甲伊问，伊讲欧先生，你无爽快吼？
伊同我讲，我真好啊，我感觉我将来无遮尔好呢，会感觉呢。我即马啥那无讲的原因，是因为我所应该讲的，恁会感觉好笑。但是吼，我甲恁讲哦，恁即马所讲的吼，我感觉足好笑。其实这故事真简单，但是足值得咱来反省省思。有真侪时阵，咱咧讲的，咱咧问的，咱也做咱是咧关心伊。但是咱的关心发倒转，互人感觉你的关心毋是真实，因为你的心内所想的，并毋是真实关心有疼的话。所以兄弟姊妹，人所要讲的，若要中肯啊，你着毋通讲甲天花乱坠啊。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真正爱好好啊来了解上帝的话语，甚至将咱所领受的智慧，伫咱的生活上来祝福更较侪人。牧师嘛要邀请咱楼骹吼有今日牧师伫迄桌仔顶遐有摆足侪啥更新周刊，迄内面有足侪故事。牧师相信伫你的生活中间有真侪你的朋友伊需要福音，你会当看遐标题吼。你感觉袂歹，适合伫你的身躯边的朋友，伊需要，你就甲伊摕转去，然后摕去分互你的朋友，用你的话语来甲伊祝福，甲伊讲这真好的故事，含你做伙分享。后壁咱嘛有看这咱大桥教会的电话主旨，咱要传福音真简单，就是会当运用咱身躯边的资料来资源来做好好的运用。我相信咱所传讲的信息。是爱有耶稣听人福音，阿免。咱所讲的信息是真正生命祝福人的话语，咱所讲的生命的话语，毋但会当救咱，也可以当救人。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会当专心专注伫上帝面头前。咱做伙用咱的回应诗，我心专注听候上帝。这首诗歌内底讲起，我心专注听候上帝，拯救是对伊来。主真做石盘坚固营寨，互我安然徛在。第二节伊讲起，恁攻击人煞毁坏伊，那迄个啥，演汽车的墙啦，三甲假模要到第时啊，互歹互歹太要阁想，互歹太要阁想。伊咧讲起讲，有真侪时阵，咱的心啊，咧造就，互咱的生命一直咧互人安怎？咱无法度当去专心去注神看主。所以这首诗歌当咱要吟的时阵，咱会当好好来想讲，咱的喙齿是安怎拢会讲出这个话，是因为有真侪时阵，咱的心拢互歹看赢。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做伙坐咧吟，咱做伙来吟这个我心专注听候上帝。我心专注听候上帝，拯救是归伊来。主做着我坚固营寨，互我安然徛在。恁攻击人所毁坏伊，那会起车？
阮意爱亲近你，愿你的圣神亲自感动阮的心，互阮学习专务听候耶和华上帝。当阮学习伫听候的中间，阮也着明白上帝你意爱通过阮的喙齿，通过阮的心灵，常常着会当成做主你所录用的器具。阮明白，当阮嘴所讲、心所想，会当合主你的心意的时，主你的福音也通过阮的生命，着来报传出去。求上帝你赐予阮今日阮所领受的智慧，成做阮生命要紧的功课，互阮做伙学习，也做伙来实践伊。愿上帝你赐福伫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灵，有软弱、有病痛、有艰苦的、有忧愁快乐的，愿上帝你拢亲自来补足因、勇壮因、坚固因的心性，继续为主你来行跑走头前的道路。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三个准备心来奉献。咱做伙起立。求你感动，我虔诚奉献，愿满心感谢，你给我稳定，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见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咱三个这辆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收视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的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卫生，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经济。我相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谢谢。即马咱三个来讲道，请翻开咱的主报来看内底的讲道事项。请咱大家三个为着咱的教会来同心开声祈祷。主，我们为着是每一位信徒的灵性所需要来奉献主恩求，愿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伫你圣神的感动的内底，若领受主你宝贵的福音，互阮的生命经历常常伫平安，上帝你圣神的感动的回复，也互阮的生命带出见证传福音的生命。嘛，愿上帝你赐福，好调做做，继续会当为着主你教会的圣工的兄弟姊妹同工，做伙来参与上帝你圣神所感动，好调阮的福音的工作，委身顺服，有智慧来为主你做美好的干净工作。阮特别嘛要为着教会青少年朋友儿童，伊无论活动、暑假的活动、关系建立甲专注的灵。互因学习着生命的功课，特别阮为着教会伫行派顶面，阮需要更较侪信心，会当帮助更较侪信徒，会当共同做伙来回应上帝你所为阮来备办的好的产业，伫教会会当诚做敬拜上帝的好所在。阮就为着上帝讲的福音来报传上帝你宣告福音的工作。阮求
求上帝你继续引出来，伫你的教会，因每一位新家人加入伫教会内底的工作，阮需要更较侪陪伴、同伴的陪伴操练，会当阮的生命，会当为主你来带领更较侪新朋友来敬拜上帝。感谢主，阮将一切荣光由上帝，愿你亲自来甲阮应允带领，靠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主啊，阮现在所有一切拢是你创造的。主啊，阮感谢你的带领。主，阮感谢你的祝福，因为有你，阮才会当早甲主伫这你为用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来敬拜你，来得到咱的安乐，来得到平安。主啊，我嘛为着阮的教会。向你献上阮深深的祈祷，求你重新塑造阮，重新用你的名，用你的光来引带阮，来照顾阮，来互阮会当哪来哪亲像你，会当继续为着你来传达咱的福音，来引带人。主，阮有足侪会软正的所在，主啊。求你赐你的气力来引带、来带领，阮的恳求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我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即摆我来报告，请献起咱的主报。主的新冠侍奉人员，请咱家己来注意。咱奉献的部分嘛，请咱家己来看。咱来看咱教会的消息通知。本周日是即个月上下一个主日，咱今仔日无要小组，毋过请咱小组长爱劳保参加咱的同工检讨会。咱第二点。后主日是咱的青年主日，咱要邀请咱的教会的青年，甲咱的学生青年做伙来服侍，请为着因的来关心大道。第三点，咱拜三的下暗8点到9点是咱的同工训练课程，请有参与的兄弟爱会记哩按时参与，爱伫个。嘛，请恁会记得伫1楼的公报栏来填写讲恁讲有啥物时阵有参与这个课程，互人来了解恁的造就的情形。咱即摆来读本周的经句，台语甲华语拢读一遍。恁的嘴毋通讲出垃圾的话，多多着讲好话，照及时的欠缺来造就伊，互听的人得到稳定。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人恩见的人得益处。以弗所书4章29节，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牧师补充报告吼，请咱会当继续为着咱的兄弟、英男兄弟来祈祷，求上帝祝福，求上帝带领。咱教会内底有兄弟姊妹有软弱，咱拢常常继续伫祈祷中间。咱相信上帝拢一直咧固守咱每一个属于伊的百姓。牧师嘛要邀请咱，特别伫咱的后礼拜青年的主日啦吼。咱有一群青年吼，其实因礼拜三就已经有对花莲吼，因是对花莲嘛吼，对花莲来到台南吼，要来参与。因为咱教会无青年吼，但是阮真感谢上帝。对嘉兴嘉兴是原住民，但是起初是这个南台学员团契，就是牧师咧讲起南台内底一个团契，所以其实牧师拢真期待。其实我们的话语讲话，咱有自信，邀请
其实牧师嘛无料想讲，迄当时我只不过是一句话说啊，你若无倒去花莲的时阵吼，欢迎你来阮教会来主会。对迄拜了啊，等于甲杰恩吼，因就想到讲，东冲牧师好像有讲到这句话，他就带着杰恩来到了我们教会。所以对迄摆开始就开始，跟咱弄有一个连结。所以你看，因即群青年吼，一个还搁咧读册，但是一个伫花莲咧工作。所以因伫暑假嘛要配合咱教会的青年的活动，吼，就是幼稚的活动。所以伊嘛要特别去对花莲来到伫咱遮来看咱做伙办活动，来带青少年、带幼稚的工作。所以请咱会当为着后礼拜咱教会的青年吼要来主理咱的礼拜的听事啦吼。所以连后礼拜的献诗圣歌队就休困一摆啦吼。所以后礼拜六咱圣歌队会记得吼，恁好好踮厝里，跟咱的厝里的人建立关系啦吼。嘛会当邀请因礼拜日会当做伙来参与伫咱礼拜日的活动青年的即个侍奉的工课，咱放伫祈祷中来祝福遮个人。牧师嘛期待咱会当为着咱的指挥吼，有几位兄弟因拢身体欠安吼，拢感冒啦吼，求上帝祝福。我相信咱着爱有健康的肉体，咱才会当继续为主做美好的工啦。所以咱家己身躯吼，阮爱该补充的就爱补充吼。喙暗吼爱补的嘛是爱补，爱顾就爱顾啦吼。嘛请咱特别注意一下。好，牧师即个时阵嘛邀请咱吼，做伙起立，咱互相来行平安礼吼，咱互相来行平安礼，咱拱手就好吼，拱手就好哦吼。咱做伙来吟，听互咱自己做智慧，做对人，听互咱改变咱自己，听互咱自己做智慧，听互咱自己做智慧，听互咱自己做智慧，做对人，听互咱改变咱自己，听互咱自己做智慧。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386首。领受上帝满足的恩典甲祝福，嘛愿上帝恩典常常赏赐予咱有智慧，将伊的话语放伫咱的心内，通过咱的嘴来讲出祝福人、救人性命，甚至予人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福音。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